各位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首先，咱来看这幅图，是今仔日我要所讲的经文。这是文艺复兴时代，甲达文西、甲米开朗基罗齐名的一位真有名的画家，叫拉斐尔。这幅图叫《长山变相》，分做两部分，描写山顶甲山脚的情形。当画家用圣经的故事做题目的时，伊毋单是画图，伊也是解说经文。咱做伙恳求信神，引带咱进入这幅图中，互咱搁较明白上帝的话语。咱同心来祈祷。疼痛的天父上帝，感谢你赐予阮你宝贵的话语。当阮拍开你话语的时阵，求主也拍开阮的目睭、阮的耳孔、阮的心，互阮会当看清楚、听明白。阮的心也会当互你的话语来感动、来改变。求主赐福予阮，安尼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，阿们。耶稣山顶变形象这件代志，东正教将耶稣山顶变相的日子看作圣日，但是西方教会却无安尼的传统。总是耶稣伫山顶变形象的事件，却是非常的重要。当咱读路加、马太、马可三本福音书的时，伫描写即个关键的时刻时，时阵，伫即个重要时刻了后，耶稣就要行往耶路撒冷，死伫十字架顶。山顶变形象，就是伫安尼关键的时刻，咱爱明白耶稣到底是谁，伊来世间的目的，以及咱如何甲伊连结。山顶变形象是一个关键。山顶变形象发生伫什么时阵呢？咱对经文内容来看，咱知影约略是伫3年外事奉的中间，属加利利事工的一部分。即马耶稣带门徒对加利利出来，来到该撒利亚腓立比的一粒悬山附近。登山进前发生一个重要事件。呾伫遮路加第9章有记载，5块饼、2尾鱼的生夜，予5000人食饱。耶稣问门徒：“恁讲我是谁？”彼得认耶稣是所立的基督。耶稣第一摆具言家己的受难甲古话，做伊门徒爱付出代价，爱看无家己，每工背十字架，跟对伊。了后，这段经文就开始讲了这个话了后，差不多有8天，伊就带门徒去山顶祈祷。拄仔祈祷的时阵，伊的面貌改变。这话所指的是啥物话呢？咱对经文来看，上近的就是26甲27节讲到圣父、圣子伫荣耀中降临，阁讲听伫遮的有人伫还未死以前，要看见上帝的国。山顶变形象就是伫安尼的背景下面来发生。耶稣带彼得、约翰、雅各上山去祈祷，这3个门徒甲耶稣非常的亲近。伫特别的时刻，耶稣拢拣选因军队伫伊的身躯边，会当有特别的经历。这是耶稣要行往耶路撒冷，死伫十字架顶进前的一个重要的时刻，也是这3个门徒奇妙的经历，会当亲目看见耶稣山顶变形象的荣光。路加足侪摆记载，耶稣祈祷的时阵所发生的代志。
这也是路加福音的一个特别的所在。耶稣基督本来就是上帝的囝，也是上帝。伊时常祈祷，为什么耶稣也需要祈祷呢？敢讲伊毋就是上帝天父上帝吗？当耶稣来到世周的时，伊的身份是非常特殊的。耶稣是完完全全的上帝，也是完完全全的人。这要安怎来解释呢？什么叫做人？人就是有人所有的特质。譬如讲，伊是老母所生，会长大成人，需要喘气，需要食饭，会当用语言沟通，会受到魔鬼的试探，有喜怒哀乐等等感情的表达，而且人会死。耶稣确实有人所有的特质，所以耶稣是完完全全100%的人。毋但安尼，耶稣也有上帝所有的特质，伊会当互生来痴迷的人看见，伊会当互无变做有，伊会当互五块饼、2尾鱼，互5000查甫人、甲妇人、甲囡仔拢食饱。伊会当互死人过活，伊家己也过活。伊会当伫众人面前就天，所以耶稣是完完全全100%的上帝。做人子的耶稣，伊需要有祈祷。耶稣也为所有的基督徒做一个典范，就是祈祷的生活。无论大小事，耶稣拢祈祷。伫分5块饼、2尾鱼之前，耶稣先作谢祈祷。伫予列撒罗对死人中过活之前，耶稣也祈祷。虽然经文内底无明确甲咱讲耶稣是就倒一粒山，但是真侪学者认为，这个山是乌门山。是一粒落雪悬山，平常时毋是真侪人会去迄个山顶，是一个真安静、一个真隐密的所在。路加毋但记载耶稣时常祈祷，而且记载耶稣常常找一个安静的所在祈祷。有关耶稣变形象这个事件，伫马太福音第17章第1节到第9节，甲马可福音第9章第2节到第9节内底，拢有记载。圣经伫3本福音书的内底，拢记载这个事件，可见这是一个毋是真普通，而且是真重要的代志。路加的记载是耶稣面貌改变，伊的衫白过光仔仔。马可甲马太记载是变了形象，但是只有路加记载耶稣是拄仔祈祷的时阵面貌改变。路加的记载甲咱讲一个代志，甲一个真理，祈祷会当改变一个人的面貌。当耶稣祈祷的时阵，伊的面发出真大的光，伊的衫白过光仔仔，这显出伊真正的荣光。伫世间的时，伊用上帝囝的身份，表现伊的道成肉体，成做一个奴仆的优势。马太是安尼记载的：耶稣的面像日头，就是讲耶稣的面亲像日头共款发光。马可是安尼记载的：耶稣的衫发光，亲像白布遐尔白。圣经毋是讲光照伫耶稣身上，是光对耶稣所发出来。咱知影，对这个时阵开始，耶稣就要行往耶路撒冷，行往迄十字架，行往伊来到世周的目的，为咱的罪钉死伫十字架，第3日过活，太赢死亡。
伊已经医治真侪人，也教示真侪人。到即个时阵，耶稣已经完成做人的使命。伊已经实现伫创世纪上帝当初要创造人的。伫旧约圣经就会发现，上帝当初是要创造的人是会当永远甲上帝同行的人，但是伫亚当甲夏娃还未看清楚上帝创造人的目的的时阵，人就坠落，破坏人甲上帝的关系，反背上帝，离开上帝。上帝照着耶稣救赎的计划，重新转到当初上帝创造人目的，互人重新甲上帝和好。但是对上帝创造天地以来，每一个人拢亏欠上帝，无一个人无犯罪。直到耶稣来到世间，伊虽然拄着试探，但是伊无犯罪。做一个人，伊达到上帝要求，伊完成上帝计划。伫遮，圣经经文完全表明，耶稣基督真正勇敢献上。伫经文30节讲，忽然间有两人，摩西甲以利亚，甲耶稣讲话，伫阳光出现，谈论耶稣过身，就是伊伫耶路撒冷所要完成的代志。而遮讲的过身，就是讲耶稣对天顶差遣伫地上，担当世间人的罪，受钉伫十字架顶，救赎世间人的使命。伫耶稣变形象的时阵，为虾米会出现摩西甲以利亚呢？摩西伫旧约是新接律法，并且将律法甲诫命传予人。以利亚是以色列认为是上大先知，是传达上帝话语的人。律法甲先知拢是为耶稣基督做见证。当耶稣伫遐祈祷的时阵，彼得甲伊当地地人亚仙就困去，到伊精神就看见耶稣的阳光，以及甲伊徛伫迄两人，就是摩西甲以利亚。伊毋但是伫这一摆耶稣祈祷的时阵独居，当耶稣伫克西马尼祈祷的时阵，因毋但独居，而且是困去啊。这也清楚甲咱讲，这是一个异象，毋是伫遐做梦。如果是做梦，各人会做各人的梦，无可能三个人做同款的梦。当摩西甲以利亚甲耶稣分开的时，彼得对耶稣讲：“先师，咱伫遮真好，咱来搭3间寮仔，一间互你，一间互摩西，一间互以利亚。”是毋知伊所讲的。而且彼得所讲的即个话，亲像要互3个人搭3间同款的寮仔，但是耶稣基督是100%的上帝，无任何一个人会当甲伊相比。彼得伫遮所讲的，明显是真无妥当。耶稣基督就是至高的上帝，无任何人会当甲伊相比。这可能就是路加经文记载。彼得毋知伊所讲的是虾米的原因。咱跟对耶稣的人，有时阵咱也像彼得同款，有安尼的心情，只想要伫关山享受迄美好的时刻，却无明白耶稣的心意，无愿意落山去行十字架的道路。伫经文34节。开始讲即个话时，有魂答应，因入伫魂内就惊，有声对魂出，讲：“这是我的囝，我所拣选的，恁着听伊。”彼得迄个声已经出，就看见耶稣家己伫地。迄魂是搭3个门徒，
毋是打耶稣、摩西、以利亚。换一句话讲，当魂打三个门徒时，伊毋但袂当看见摩西、耶稣、以利亚，甚至袂当彼此看见。这可能就是因感觉到惊吓的原因。另外，感觉惊吓的原因，真可能是因为伊听到有声对魂出来，讲这是我的囝，我所拣选的。真清楚，这毋是人的声。这三个门徒知影，这是上帝的声，是上帝对因讲话。莫怪马太安尼记载，门徒听见就拍败在地，非常的惊吓。迄魂是彼得拄仔讲要打三间寮仔的时阵，来打三个门徒的。这亲像这魂要来阻挡彼得敬伊共款。上帝伫遮用这是我的囝。这句话捌发生伫耶稣当初受洗礼的时阵，并且搁一摆清楚甲三个门徒讲，只有耶稣才是上帝的囝，摩西甲以利亚拢毋是。对魂出来声搁讲，恁爱听伊，就是讲咱爱听耶稣的话，顺服耶稣，按照耶稣的旨意来行。伫遮咱看到对软弱的门徒，主耶稣的疼搁显明出来。伫门徒非常惊吓的时阵，马太福音安尼记载：耶稣行我来，蒙因讲起来，毋免惊。主耶稣了解并且体会咱的软弱。耶稣毋但甲因讲毋免惊，而且搁蒙因。根据马太的记载，因当时是拍败伫地。当耶稣蒙因，因才摇头。这个时阵，伊只有看见耶稣家己伫地。上帝毋但爱咱听耶稣基督的话，并且爱咱将咱的眼光放伫主耶稣的身上，独独仰望伊。对耶稣山顶变形象了后，伊决定行往耶路撒冷，以互咱一个真好的侍奉的典范。耶稣一开始的时阵，就需要面对魔鬼的试探，中到领袖的迫害、亲人的误解、门徒的无了解、军队的人气杀，伊无因为安尼就中途放弃。伫教会侍奉的人，有时阵会受到伤害。譬如讲，有一个姊妹负责聚会了后的点心，但是因为面对有的人讲这收咸、迄收甜，也是讲收少无够，也是讲收侪、收浪费，等等安尼的批评，就生气，甚至是因为安尼就离开教会。咱来看耶稣的侍奉态度是安怎呢？耶稣的侍奉态度，伊服侍上帝，甘心乐意，做上帝一世人的服侍者，无歪怨，无后悔。对伊来讲，伊要中途放弃。所以，咱侍奉的人爱掠耶稣做模范，食苦也好，食亏也好。毋通因为拄着挫折、一点点的困难，也是讲互人误解、互人责备，就中途放弃。连主耶稣的侍奉拢有遐济的困难，何况是咱的服侍呢？耶稣山顶变形象已经过2000年啊！上帝今仔日犹原伫遐讲话。这是我的囝，恁爱听伊。咱敢有听耶稣的话无？咱敢有伫教会侍奉有尽心尽力？咱是用什么的态度来服侍？咱敢有像耶稣同款，做一世人的服侍者吗？当耶稣上山祈祷的时阵，伊甲上帝深深的交陪，结果变了形象，伊的面发光，亲像日头，
显出伊的荣光。咱也爱学习耶稣，时常甲上帝亲近，就会当有好的行为，就亲像光照世间人，伊独独就亲像一面镜。当咱时常亲近上帝，互信心充满甲引带，就会当有耶稣的形象伫咱的心中，咱也会当山顶变形象，别人伫咱的心中也会当看见主的荣光。咱同心来祈祷。向阮的主耶稣，感谢你通过十字架牺牲的疼，完成上帝救赎的计划。恳求你，互阮学习你的模样，为着上帝国福音的使命，行伫你为阮定着的道路顶面，背起家己的十字架，跟对你。求你帮助阮，坚固阮的信心。愿安尼祈祷，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祈求，阿门。